来嘅就会新来嘅，重做。Hello， 大家今日过得好吗？今日嘅10万个不为什么，赶出来老太家讲，职场新人听说会遇到嘅记住无答无对嘅问题，做新年嘅记到呢，唔听说会遇到嘅记到冲空。是，今日来俺办公室。哦，来咧。主管的事事就会让喺公司。咖啡冇點唔錯個，我比平常少一些些咧，唔過冇糖少，甜到愛班糖粒蜜糖中間。嘅咖啡嘅錢。哎呀，都冇係，冇啲啊講數講腳啦。對咧，也是要傳說中嘅正宗巴黎。記得老愛是點數哦。10 minutes later. 跟你讲，大家平常时辛辛苦苦做事，今日请大家是凉的哦。今日大家辛苦诶，尽量礼貌哦。啊，今日让爱咖啡。主管的公司还是让爱公司。要有资料这里边简报，俺听个可不要用哦。对咧，也是要传说中嘅正宗巴黎。咖啡咧，咖啡咧哦。仲幾難做，各位做啊！首先我感謝事業嘅努力，老人這裡都笑笑嘻嘻。首先對一個綜藝劇線當中，就你可能隨數字變化動態，藍色的部分才藝，娛樂性的態，跟紅色的部分還有感美色。對啊，對這個著作的發現，代表紅色的蘇中權，雖然可以3年內還有重複質量一，不過買不過比第三個大紅色，這裡所以比較講，你們用啦，你們看一種寫出著作的看到，有些數據因為這邊題。主管的事都會讓愛說。俺強數強腳，一定都不能做啦。啊，老外破關！啊，俺爺咯，老外拍了。老外走油。咯吱咯吱咯吱。老外前面啊，老外中小順，老外示範。2 years later。用正確嘅態度兼顧一條問題，就做得貼這場風娘娘娘娘嘅關係當中，尋到自家嘅天味，變做這場新人榜。10萬個不為什麼，下禮拜再見了。